早晨，今日小編帶大家睇一個有松山靚景的電梯樓，全市唯一放售，而且業主大減價，把握時機即刻去騙。約1350尺，正三房具廳雙露台。現在睇到的係廚房位置，背有一個露台。客飯廳分明，陽光入屋，光猛舒服。巨型露台東南靚景，而且高層10幾樓，唔怕嘈。再來睇睇房間，共有3間房，每間房都足夠擺放大床及衣櫃，空間感十足。現在單位只有一個廁所，有需要可以將呢個雜物房改為第2個廁所都得。現在總價只係6XX 萬就可上車，唔想錯過即時聯繫小編約睇啦。